现在在浪向你新闻要摆出个主持人杨斌摆上我，才对我讲的，是不是啊？我儿子这个幼儿园啊，真不错，哎，来来绿绿很流来，是啥意思啊？杨斌南京人呀，那有辰光分不清爽的。其实你讲的啥？男男女女吃牛奶，来来绿绿很流来。今天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，就是啥？国际母语日。人类在世界上向开口好的第一句母语啊，基本上就是方言。讲起来你是这个说句闲话了，其实蛮好的。我的朋友呢，可以按照一种方式来学。那比方说，有一种人叫石骨头，有一种形状叫跌零滚油，有一种态度叫西洋挂起，有一种表演叫顶对了，有一种虚伪叫高知高爱，有一种坚持叫死磕门筋，有一种强烈叫出气，不人家好就吃生活，有一种反应叫那么画饼，像山头块的一样，不光个山头，一般人还啥青头比我深。哎，那非侬熬三句啊！不过说句闲话当中呢，还有不少闲话呢，容易让人家产生误会。你比方说个荤食肉，食个萝卜，肉哎对，我想说听见这个种错误的像个词啊，不是错误啊，不是我做的话，个实质上向这个两个是个意思呢相当普通。荤食肉就是红衣肉女还吃大包，食个萝卜，比如闲话多分不清爽。那刚刚开始学手指我个外地朋友也注意这个两个肉。特别是纹路的路，绝对是文明健康的，真不讲孩子。说证明实质上一般谁晓得的？对，为比方讲呢，甚至要本来意思蛮简单，谁是形容一个人在老向让男子清爽压力向后头，结果为个压后，但男人用个压物呢动音，后来手法，变成讲经常一句骂人的闲话，啥个压物，你懂的啦？我不懂啊。装。根据统计呢，现在60%以上的民族语言啊，基本上想不了30字。现在回来来讲，再讲他个50年，会在路上向一句说句话听不见的。父爱，记得你书本来找回来，是吧？对，受人方言就是你的任务，朋友们放心。那我们那不懂得出来不是三伢子雷锋，我讲伢子我也今日支持兵来炸。这个我没戏唱是吧？当然，有一种坚持叫死磕门筋，有一种强烈叫出气，不人家好就吃生活，有一种反应叫那么画饼，像山头块的一样，不光个山头，一般人还啥青头比我深。哎，那非侬熬三句啊！不过说句闲话当中呢，还有不少闲话呢，容易让人家产生误会。你比方说个荤食肉，食个萝卜，肉哎对，我想说听见这个种错误的像个词啊，不是错误啊，不是我做的话，个实质上向这个两个是个意思呢相当普通。荤食肉就是红衣肉女还吃大包。食个萝卜，比如闲话多分不清爽。那刚刚现在在浪向你新闻要摆出个主持人杨斌摆上我，才对我讲的，是不是啊？我儿子这个幼儿园啊，真不错，哎，来来绿绿很流来。是啥意思啊？杨斌南京人呀，那有辰光分不清爽的。其实你讲的啥？男男女女吃牛奶，来来绿绿很流来。今天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，就是啥？国际母语日。人类在世界上向开口好的第一句母语啊，基本上就是方言。讲起来你是这个说句闲话了，其实蛮好的。我的朋友呢，可以按照一种方式来学。你比方说，有一种人叫石骨头，有一种形状叫跌零滚油，有一种态度叫西洋挂起，有一种表演叫顶对了。有一种虚伪，就高知开始学手指闲话的外地朋友也注意这个两个肉。
特别是温柔的柔，绝对是文明健康的正规讲孩子。说证明实质上一般谁晓得的？对对对，为譬方讲呢，甚至要本来意思蛮简单，谁是形容一个人在老向让男子清爽压力向后头，结果这个压后，但男人用个压开始和手指我个外地方语言注意这个两个柔，特别是温柔的柔，绝对是文明健康的正规讲孩子。说证明实质上一般谁晓得的？对对对，为譬方讲呢，甚至要本来意思蛮简单，谁是形容一个人在老向让男子清爽压力向后头，结果这个压后，但男人用个压物呢动音，后来手法变成讲经常一句骂人的闲话，啥个压物，你懂的啦？我不懂啊。装。根据统计呢，现在60%以上的民族语言基本上想不了30字。现在回来你讲再讲他个50年，会在路上向一句手指话听不见着。不会。记得你书本来找回来。讲呢，有一种坚持叫死磕门经，有一种强烈叫出气，不人讲好就吃三碗，有一种反应叫那么画饼，像山头块的一样，不光个山头，一般人还啥青头比我深。你非弄我3句啊！不过手指闲话当中呢，还有不少闲话呢，容易让人家产生误会。来譬方说个荤色肉，十个萝卜，肉对，我想说听见这个种错误的像个词啊，不是错误啊，不是我做话，个实质上向这个两个词个意思呢相当普通。荤色肉就是红衣肉女还吃大包。10根萝卜，比如闲话多，分不清爽。那刚刚现在在浪向你新闻要摆出个主持人杨斌摆上我，才对我讲的，是不是啊？我儿子的这个幼儿园啊，真不错。来来绿绿喝牛奶，是啥意思啊？杨斌南京人呀，男有辰光分不清爽的。其实你讲的啥，男女吃牛奶，来来绿绿喝牛奶。今天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，叫啥？国际母语日。人类在世界上向开口好的第一句母语啊，基本上就是方言。讲起来你是这个说这话了，其实蛮好的。外地朋友呢，可以按照一种方式来学。那比方说，有一种人叫石骨头，有一种形状叫跌零滚油，有一种态度叫西洋挂起，有一种表演叫顶对了。有一种虚伪就告知，是吧？对，受人方言就是你的任务。朋友们放心，那我们那不懂得出来不是三伢子雷锋，我讲伢子我也今日指士兵连长。跟我没戏唱是吧？当然，有一种坚持叫死磕门经，有一种强烈叫出气，不人讲好就吃3碗，有一种反应叫那么画饼。像山头块的一样，不光个山头，一般人还啥青头比我深。你非弄我3句啊！不过说这闲话当中呢，还有不少闲话呢，容易让人家产生误会。来譬方说个荤色肉，10个萝卜，肉对，我想说听见这个种错误的像个词啊，不是错误啊，不是我做闲话，个实质上向这个两个词个意思呢相当普通。荤色肉就是红衣肉女还吃大包，10根萝卜，比如闲话多，分不清爽。那刚刚现在在浪向你新闻要摆出个主持人杨斌摆上我，才对我讲的，是不是啊？我儿子的这个幼儿园啊，真不错。来来绿绿喝牛奶，是啥意思啊？杨斌南京人呀，男有辰光分不清爽的。其实你讲的啥，男女吃牛奶，来来绿绿喝牛奶。今天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，叫啥？国际母语日。人类在世界上向开口好的第一句母语啊，基本上就是方言。讲起来你是这个说这闲话了，其实蛮好的。外地朋友呢，可以按照一种方式来学。